我伫家人仁爱市场甲坎仔顶规工打打，这应该干那家人才有法度。头家竟然特别为和平岛遐车海水来，倒入去店头的水池啊，互伊一直捧。坐伫玻璃门边的阿姨注心的车衫，哒哒哒的车衫声，互我想起共款嘛是做衫的，毋过早已经退休去天国的阿嬷。这台机器陪伊行过人生的风雨，嘛缀满伊的青春，搁为家庭拍拼的岁月。港都互居民骄傲认同的元素，拢已经展现伫市场百款转手的心肝影里。